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咱来关心春节回乡检疫专案昨昏起稿。第一批登来咱台湾的民众有826个人，其中有557个人选7天加7天这个检疫方案，占68%。也过有人是怨叹讲，一登来就要填真侪表、真高工。指挥官陈时中呼吁民众爱配合，嘛表示检疫期间禁止亲戚朋友过街去拜访。违反规定，上悬罚100万。桃园国际机场一名旅客变多啊，有未少人选伫个春节回台检疫专案，14上路第一天回台，指挥中心也公布，春节回台专案第一天入境人数有 A、B、C 3方案，以7+7+7的4方案，557人，差不多占68%上侪。第一天回台人数总共有826人。你觉得7+7不好是不是？不好问题，太复杂了，乱七八糟。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指挥官陈时中呼吁回乡旅客配合，强调爱加写资料只有防疫旅馆加厝的地址，其实伫个电子表单顶悬也用写暗过。有民众抱怨，真歹防止人客来厝内底开讲，陈时中严肃回应，若违反规定一定当罚。你还要到家里串门子，好，那就有这样的情况，15万到100万嘛，是吧？对7+7+7入境检疫方案，台北市府感觉真烦恼。佮公布一个伫个14天改隔离了后，1万确诊的个案。指挥中心回应，这个个案就是15公布的，16596。他在检疫期满之后，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发病，那这个部分就是地方政府都会针对足迹做疫调，那就请大家放心。指挥中心表示，今年9月、11月，共一间防疫旅馆的无共款流产，没出现过一个确诊个案，不过因为时间流产，拢甲这个案离真远，研判甲这个案无关系。16859被鉴定是境外移植，相关的疫调拢在进行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法国的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10月份才带团来咱台湾访问。今嘛法国的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戴富杰嘛带团伫早起飞到台湾。飞行机伫拄则8点半到咱桃园机场，创下欧洲各一个国家各国2年伫3个月内小刷来咱台湾访问的记录。咱外交部是诚意表示欢迎。外交部我们对戴富杰主席率团来台湾访问，表达我方的诚挚欢迎之意。这次是戴富杰主席在2016年之后第2度访问台湾，也彰显了台湾跟法国关系友好紧密。我们双方将就疫后的经济复苏、数位转型、印太区的安全等政经的议题广泛的交换意见。戴富杰这届是带6个下党派的国民议会议员来咱台湾访问。10月份的是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嘛有带团来咱台湾，即马小刷法国来咱台湾访问，嘛创下欧洲各一个国家各国2年伫3个月内拢来访问的记录。访问团拍摄会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卖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立法院长游锡堃，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外交部是表示，因伫咱台湾一段期间的活动，拢会配合防疫规定。做伙关心天气，今日水气减少，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早暗较凉。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12度9。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东北季风减弱，敢若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西半部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不过早暗会较凉冷。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12度9。日时温度会回升，高温有26度至30度。也毋过拜五有一波冷空气会到位，所以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低温嘛会降到无到11度。这波降温会影响到拜6礼拜。另外，京都的风台雷伊今仔日有机会会转做中台，虽然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后礼拜开始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引进水汽，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司法院会伫昨昏通过刑事案件量刑法草案，拍算说刑事案件量刑委员会要定出准则、刑度，列出参考标准，避免互批评判刑拢是当地签。那量刑准则委员会的委员是爱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主任委员是由总统直任。
来关心自由时报，新北市的5股昨下晡发生超商 ATM 的抢案，3个查甫人趁保全咧补钱的时阵，抢走125万。警方伫2点钟后，伫3劫有掠到人，钱嘛拢有全部找回来啊。其中一个抢匪才16岁。来关心联合报，台北市万隆变电所爆炸，造成上北有30万户失电，900万人受影响。资本一寡人家敢若会当赔1块银，这是互民众骂假。经济部长王美花即马要求台电爱提出专案来处理，台电伫昨暗嘛有公布方案，改扣当期电费钱的5%，所以计共是赔558万。来关心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协助高雄市刑事大队，也有屏东县政府的警察局来验毒品。即马是逼出讲检验唔对，甲一寡3级毒品认定做2级毒品，判刑则罪就有侦查。高医师表示，唔是检验错误，是新的毒品设备对袂到阵。即马因有主动汇报，嘛有重新检验。这台气象侦测吉普仪是高医检验医学部检验药的仪器之一。去年9月，高医承接高雄市刑大队甲屏东县警局委托的毒品检验案，传出检验过程将3级毒品误判做2级毒品。验尿报告显现的也是3级，但是他持有那个毒品验出来是2级，所以法官就因此而在送法务部法医研究所做复验。高雄地检法院证实，为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至少有11件本来有罪，后来判无罪。桥头地检法院有1件，包含地检署有38件起诉，2件恐惊有26个人判唔对，不过高医反驳验对。一开始这个标案我们就列出73项我们能够检测的这个毒物，那其中包括 Pentilon， 开始的时候没有 Utilon 的标准品，8月才发文给我们说你们可不可以建立 Utilon 的这种检验？法务部法医研究所表示，去年12月发现报告问题时阵，就通知高医，病院也回答已经将有疑问的检验内容全部修正。根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持有2级毒品会处2年以下徒刑，不过3级毒品损值必须爱5公克以上才有刑责。检验结果恐惊影响判决。2地院检拢伫清查是毋是有疏失，若是有民众因为报告无共决定提出告诉，高医是回应后续看法律安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3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0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742例。中国的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是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1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000万例，法国超过837万例。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爆发以来，即摆已经传到65个国家也是地区。英国嘛出现头一个死亡的案例。为了防止 Omicron， 纽约市即摆要求民众拢爱注意风险，而且嘛包括5岁以上的囡仔。美国嘛要求军人拢爱注意风险。有27个无注射的空军即摆封死头路。这个Omicron病毒传到65个国家地区，英国累计有超过4700个人确诊为着新变种病毒。即马传出头一个感染Omicron死亡的病例，就伫英国。We can see Omicron spiking now in London and some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Here in the capital, it probably represents about 40%. Sadly, at least one patient has now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ed with Omicron. 英国首相强森表示，目前为着新病毒的病人，其中重症病人有10个人，拢是只有注2剂疫苗，无注对家剂疫苗，所以强森嘛呼吁要求民众赶紧去注对家剂。伫美国纽约市嘛为着防范传染力较强的Omicron病毒，要求5岁到11岁的儿童必须要伫当地10时进前至少注1剂疫苗，12岁以上的儿童要伫2次进前注完整的疫苗，才当进入餐厅，甲参加其他的活动。另外，佮限制18万外境的私人企业，到27为止，必须要互职员完整注疫苗。We want to protect everyone. We did it understanding that so many peopl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have told us that the vaccine mandates worked for them. The folks in entertainment,
indoor dining, fitness, said, in fact, it created a safe atmosphere for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alike. 纽约州的州长是规定，至少到明年10月15为止，所有外出的民众拢要强制挂税案，若无可能要面对包括$1000，差不多代表27000外罚款的民事甲刑事处罚。同时阵，美国空军嘛宣布开除27名唔愿意注疫苗的士兵。空军表示，已经予这的士兵说明的机会，说无允准因免注。这27个人嘛，正做头一批，因为不爱注疫苗，或是头路的军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美国亚马逊公司有一间伫伊利诺州的仓库去互光雷风扫倒去，造成6个人死亡。外界即摆是这支公司的应变有问题。因表示公司规定讲上班袂使砸手机啊，致使真侪员工第一时间无法度随敲电话对外喊救人，而且嘛无可能会收到外口的消息，可能嘛拢因为安尼先才造成这场悲剧。美国中西部6州7日暗到11早起，遭到超过30个加利亚风侵袭，造成严重伤亡，已经知影至少88人死亡，其中东灾区肯塔基州44个人死亡，而且人数继续提升。伊利诺州爱德华市的亚马逊公司仓库也互加利亚风吹倒去，已经知影至少6个人死亡。伫同一间仓库工作的吉娜，迄当时因为当地外出送货，幸运躲过一劫。I was hearing tornado sirens and warnings, on the radio, and, I was like, I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it, but then, as I was on my way back to the Amazon building to return back after my route, the dispatcher, she's like, you guys can't return back, the building has just been hit. 灾害发生的时阵，亚马逊的应变 SOP 收到积极，包括敢是提供适合的避难所，员工敢是互通知随前往避难。家己发出激烈天气警报之下，敢是游玩应该照上排班顶，有待厘清。When it comes to tornado drills, is that something you guys go through or do training with to prepare for a situation like that? I know you're still kind of new, but did they take you through any kind of training before you started? No, not really, no. 除了这树啊，彭博社引用消息人士指出，几啊年来，亚马逊禁止员工将手机啊摕入仓库。虽然这个禁令伫疫情期间放凉，也过明年1月有假阁要重新上路。身边无手机啊，员工无法度及时收到警报通知甲发球。这摆灾害也互亚马逊重新检讨手机啊禁令。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2024年的巴黎奥运开幕地点即马确定啊！主办单位宣布讲要拍破传统伫运动场举办的模式，要甲现场刷到户外的塞纳河，所以到时各个运动员都是坐船啊入场。2024巴黎奥运开幕式地点确定了。主办单位法国时间13宣布，2024巴黎奥运开幕仪式伫运动场举办模式无同，所伫有名塞纳河顶端举办，创下奥运史上第一摆。Il dit bien évidemment que voilà, cette scène, ce fleuve, sera la piste de défilé des athlètes. À peu près 160 bateaux vont accueillir les 206 délégations d'athlètes. C'est 10 500 athlètes qui vont pouvoir défiler sur la Seine. 巴黎奥委会指出，独特的水上开幕仪式，运动员伫塞纳河航行6公里，沿路会经过当地上名景点巴黎圣母院、卢浮宫顶。另外，也甲过去爱买票站一票看的模式无同，除了部分看台卖票，塞纳河各码头会开放给民众免费来看，烟花也安装差不多80个大型荧幕。Donc on est aujourd'hui sur une jauge acceptée d'au moins 600 000 personnes qui va être continuer à affiner toutes ces questions de sécurité bien évidemment dans les 2 prochaines années. 巴黎奥委会有讲，至少60万人参加开幕式，比法兰西体育场应用的人数几10倍，是有史以来规模上大，人数加倍，维安也受考验。法国政府一伫塞纳河12公里长荷花拢部署警力，主办方强调，2024巴黎奥运不止会将法国历史文化甲遗产结合起来，部分比赛也伫运动场外举办，要将体育活动带出体育馆，互更较侪人接触运动。公司新闻齐婉玲报道。伫美国的奥运女子体操代表队做团队医生的赖瑞纳瑟，18天来操达500外的查某囡仔，伊互判刑爱关300多年，而且爱赔美金3亿8千万。不过，这个医生无钱通赔，落尾是嘛爱是美国的体操联盟、美国奥会、帕运会倒出这条钱。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联邦破产法院13核准美国体操联盟、美国奥会加帕运会参奥运女子体操代表队医生奈瑞纳瑟向前按500多名受害者赔偿官司所达成的3亿8千万美金的和解案。这件美国奥运史上受害人数量上最的性侵见效代58岁犯罪者本人纳瑟2018年被判300多年刑罚离家。美国体操联盟为了整合各项一直来诉讼，伫2018年12月宣布破产交付监管。美国奥会甲帕运会也将邀请受害人担任董事，有防监管的代志搁发生。And I pray the rosary every day for forgiveness for I want them to heal. I want this community to heal. I have no animosity towards anyone. I just want healing. It's time. 提出赔偿的女运动员包括美国体操天后西蒙·拜尔斯、艾莉·瑞斯曼甲麦克卡拉·马罗尼等体操奥运金牌得主。第一位伫2016年亚军纳瑟恶行的前体操选手瑞秋丹·荷兰德13对和解消息表示满意，伊推文讲，这个将这总算结束啊，上艰苦的改革甲重建工作会当开始啊。纳瑟担任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期间，所犯的性侵案2018年密大学校甲被害人达成5亿美金和解，再加上这个上新的协议，总计纳瑟性侵案的赔偿金额达到8亿8千万美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比利时甲奥地利即马拢已经表态讲，要甲入美国带头用外交抵制北京也当地奥运，无要派官员去参加，抗议中国不重视人权。来关心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辉瑞口服药的试验即马传出好消息，若是伫镜头一出现拄开始的时阵就食药啊，住院甲死亡的比率会减9成。来关心咱的政府委员邓宏进前伫参加民主峰会讲话时，画面全封撤掉。美国的参议员即马是要求拜登按说明，嘛讲爱检讨错误。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12月18这个拜六，咱要举办公投，一直拢无表态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又伫面册写伊的看法，内底无讲到讲伊是同意还是无同意。昨昏伊甲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参加活动，两个人的互动，即马互外界解读讲，看起来有淡薄仔青分。新北市长侯友宜发文章对公投表态，强调公投无应该真做干那是乌白问题，应该爱就事论事，对事无对人。文章发出来了后，头一届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共台，两个人超工无惊做伙，尾手向媒体要求有握手，不过互动是无像演过遐尔热情。侯友宜公投的表态，正到当时无甲国民党同款有4个同意的论述。我每一个论述的过程当中，就以大家很多用专业科学的方式，让民众来作主。我们是为国家人民努力做事。我相信党跟派、个人都摆在后面。侯市长跟我一样，呼吁大家赶快出来投公投票，用我们的公投票站在民意这一边，告诉执政当局你错了。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是受到大家关注。公投进程上尾第4天，国民党等来北台湾，要甲传统的票仓9号条；然后民进党是锁定南台湾，要告传统绿营的版图。南部4县市的首长也阁做伙翕影片来宣传因公投的立场。有人想要还美猪，让台湾倒退路，我们不同意。拜托大家12月18号返乡投票。遐若反来底的公投，因为公布顶悬写本案敢有通过，农委会公告拢袂受到影响。这点去互那样质疑讲，公投结果恐惊无准算。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这是恶意的解读。这是恶意的曲解，公投的结果，政府机关全体国人都同样受拘束。这个公投法有明白的规定。以公投法的规定，有效的同意票爱达到总投票权人数的1/4以上，才有算通过。以今年1982万5468个人来算，有效的同意票就爱达到495万6367票，而且超过无同意票才有算通过。4大公投即马就要到啊，拿着拢真拼死把握上尾的时间，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年底啊，有真侪节日，若有去这开销会变大，若有去买物件会发现讲钱变薄。民众若有去买花，会发现讲最近花已经变贵啊。另外，嘛有真侪间连锁的素食店讲要起价，即马亲像卖披萨的披萨盒嘛讲要起价，要起20块至50块。
规图界圣诞红看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不过今年受到原物料起价影响，塑胶盆啊、土各项花材成本拢提高，致使到花卉价销也起价。因为疫情的关系，花农今日小减产，也让台南这个应景花卉较销。减产需求的人也是那么多，没有比去年减少，所以今年的那个圣诞红哦，有供不应求。圣诞红去年一盆一般品种5寸的差不多120，今年至少爱150起跳。像粉红色也是婚纱这的新品种，批发价差不多是160至200，平均起1成。另个人一直真介意的兰花，疫情转好了后就开始起，听后到明年春节，应景花卉应该还会起，不过业者认为未影响未起。虽然有一点差一点啦，但是买花的那个气氛也是蛮浓厚的。除了花卉，在麦当劳、肯德基调悬了后，连锁披萨店必胜客同款嘛是未减咧原物料成本，也加国际运费的起价。则是宣布即马开始调悬部分品项，包括7款口味起20至30，6款个人披萨起6块至10块，但是综合盘上侪起50，整体平均起价幅度达到3.1%。如果常吃可能会感觉到说增加负担，那我们997是还好啦。有时候涨价其实也是，可能店家就是在所难免吧。目前达美乐甲拿坡里也未讲要起，不过看到逐项拢起，薪水也未起的情况下，民众嘛真无奈表示，敢会当考虑经济状况，选择消费会起的物件，尽量莫增加负担。记者综合报道。11月份才推出的线顶游戏《天堂 W》，伫12月初实施公告讲，以违反营运政策做理由，甲10万笔口罩拢甲封锁起来，这是引起民众的不满，认为权益受损害。已经有1300个人做自救会，希望讨回来进前落入去的钱。真有名的天堂 W 线顶游戏，11月初是上市，才1个月尔，就防以侦测到是工作室或者是使用违法停息为理由，这个月初1封锁12万的口罩，初10封锁4万外的口罩，有1300外耍这个电动的人，因为不满欠伫这个电动内底钱全的了去，有几啊千块到100万的拢有，所以因组自救会，甲桃园市议员黄敬平申请，希望甲这个钱讨倒转来。什么叫做无法提供更详细的制裁准则？请问我们是犯了什么？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接受到警告，然后就直接把你是的，是的。耍这个电动的江先生表示，伊甲因牵手用电脑甲手机啊，开3个口罩轮流耍，利用一个纳细条钱的方式，入信用卡、甲买点数卡，开88万放伫游戏内底。因毋是工作室，嘛无用违法的停息，毋知影是安怎，口罩煞熊熊互永久封锁起来。甲游戏公司反映，因煞下提讲是韩国某公司的政策，无法度替因解决。国人如果说发生这种跨境的消费争议，其实通常只能透过国外的消保团体来协助。是不是应该要有除错机制跟他的稽查机制，就是纠正自己，或者是以及玩家的申诉机制？消保官表示，天堂 W 伫台湾敢若有代理商，实际经营权是伫韩国的总公司，属于韩国消费的争议。会协助透过行政院消保处转韩国当地消保团体来甲因斗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国际半导体公司默克已经宣布讲，要伫高雄投资新台币170亿，做新的生产线，到时嘛提供400个工作机会。高雄市长陈其迈亲身上报去迎接默克的执行长，嘛讲默克会设伫落地的科学园区。另外，伊嘛强调讲，对台南到高雄、南台湾的科技串联，即嘛已经豆豆形成。我今天来是迎亲哈，这个抢亲成功。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别上报，一开始就讲，成功迎接国际半导体大厂密克进驻高雄路德科学园区，这嘛是密克集团发展计划一部分，会投资170亿的台票，按算会替高雄增加差不多400个工作机会。MEC is planning to invest 500 million euros in Taiwan, which is the equivalent of 17 billion NT dollars in the next 5 to 7 years.
We will invest primarily in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and we will expand our footprint in Kaohsiung. 最近除了用特区进驻，国家上密切扩大投资高雄。但伊嘛认为讲，为台南到高雄，规个南台湾的科技走廊已经形成，将伊制造供应链胶层。现在高雄嘛正做密切，全球上界重要的生产基地。Merck 来了，那大概所有的我们这些半导体的材料，从英特格到我们的这个 Merck 到整个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等，大概这个完整的半导体产业聚落大概从台南到高雄，全球最强的厂商都在南台湾。南台湾的 S 半导体这个廊带呢已经成型，默克在南科的高雄园区刚好在中间，也要恭喜默克，事实上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地点。科技部长吴正中形容这是双赢的合作，除了半导体，未来还有5G等等各方面拢会伫南部发展。伊按算上紧伫2030年，就当看到相关的效果。为桥头科学园区到台积电投资高雄炼油厂，还有陆地科学园区等等。即马国内外大厂来投资，高雄要发展全球性半导体产业，可能真紧就当实现。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到合欢山的翠峰路段20.6公里的所在发生火烧山，致使民众接的水道水管甲正做要用接来的水，即马拢互大火甲烧甲歹去，造成附近50多户即马无水通用。总共要定接，搁爱搁开钱，目前农会嘛有出面斗处理。为了解决欠水的问题，南投仁爱翠峰地区农民冒险抢修引水管。小心小心！好。农民扛着水管往下面爬到道路边真夹的边部，这个土石拢互烧到草尾搭上软，时间风险真大。当地农民已经几啊天无水通用啊，只会当家己将烧害的管线接到转去引水。都是要斜斜的，要放开来，要斜斜的，这个是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你看拉一条管至少要6、7个人。对。哎呀，6、7个人要这样慢慢，都是拿生命危险来。通往合欢山的台14甲线20公里的所在，伫这个月初到边部发生大火，烧掉的面积都有7公顷。简单的自来水甲农民的灌溉管线全烧断，不过因为时间难度悬，3天才恢复一条管线，无法度应付当地用水。重新换管跟施工，我们大概要花到40多万。家里面停水，地里面灌溉停止，因为这个施工期大概要1个礼拜到15天。农民种的花甲高山菜西全拢无水通灌溉，即摆烧掉的水管大约2公里，连带影响到清境地区的用水。也毋过目前导火原因还在调查，当地农会协助向县政府申请补助。第一个，现在起火的原因也不明确了哈。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天然灾害的话，那看政府在天然灾害的救助上面有没有办法能够支应这一笔金额啦。哦，那当然，目前是农民都是自己出钱来。农会表示，目前只会当会动公所先修复简单自来水的管线，有过也要半个月的时间。另外，农民的灌溉用水已经报请县府，研究专案补偿的可能性，减轻农民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花莲德鲁古国家公园散步的时，因为手内有摕食的物件，全互高山抢去，害一个86岁阿公行到跋跋倒嘛受伤。官府即马是提醒民众，伫遮唔通甲假释摕出来，嘛唔通饲野生动物，避免冲突。我喂它好不好？猴子怎么这么多啊？86岁长辈坐伫个涂骹，家属伫边风火真大，因为是野生狗抢食物件，才有老大人跋倒。猴子来抢我的东西，我就赶猴子，我爸爸就从前面就跌倒了。高顶就伫无远远的所在，家属去甲想要摕皮包来赶狗，互警方阻止。现场伫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内，警方接到通报，伫派出所另外道路有民众受伤。到场后，赶紧将受伤的雷姓老先生至安检处所，以太管处人员及时将伤者进行初步救护，所幸并无大碍。不要接触野生动物，也不要挑衅它。那也不要去喂食它。那另外，像是在游憩区或者是游乐区的范围里面呢，也尽量不要把食物外露。
泰鲁阁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袂少，尤其是高山啊数量真侪。县政府提醒，有当时啊去松林也是户外佚佗的所在，拄到野生动物莫伤大声，则袂引起的注意，也莫用赶也是甲钱，则袂想讲要抢地盘也是甲挑战。若是食物的部分，应该放伫皮包内底，则袂去抢去。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咱镜头来南投。南投水里的社区大学有一门课是水墨课，上课地点伫水里国中的走廊，毋是画伫纸的，是画伫壁顶，希望要来美化学校。其实有时候我们画画，第一个要尝试不一样的题材，比如说像媒材啊、墙壁啊、木板啊、陶啊，还有什么那个都可以用，不一定是纸张啦。指导老师哪画哪讲解。要互学员了解讲，水墨一般拢画伫纸的，安怎运用机卡画伫无共材质顶悬，是这节课真大重点。中午抬餐桶的时候，会忍不住停下个1-2分钟来看。水里社区大学即届开的画图的课程，嘛有毕业的校友倒来学，除了学材艺，嘛替母校尽一份力量。另外，老师嘛有教画石虎的生态，除了看到真古锥，嘛要互学生熟悉石虎这种强要长进的动物。了解保育的重要性，因为石虎它是受到保育的嘛，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没有看过石虎，对，就是让他们知道说石虎就是长这样。学员用心装塔水里国中走廊的这图壁，希望透过这样有意义彩绘活动，来培养学生欣赏艺术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有举办煮食课程，甲乡亲安那欠芳煮好料理，互民众用在地马告有5种烹料来比赛，煮出创意的料理。透过交流，嘛要提高餐饮业者的水准，要推广原住民部落的特色。为着推广原住民部落的特色，南投仁爱乡公所举办5天的欠芳料理煮菜课程，佮安排学员比赛煮食。验收上课成果。那希望就是说，能够发展出我们在地的创意料理，能够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当地的元素，呈现我们各个不同族群的一个创意的料理。今天大概评分的重点就是要融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5种新香料，然后来创意一些我们属于我们原乡部落的一些特色的料理，来吸引我们的游客来这边享用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美食原住民部落的烹料介出名，指挥老师甲学员用麻膏、卤油、刺葱、香椿甲山冬瓜来煮食，毋但会当推广部落的传统文化，学员学到新的料理方式，也感觉真欢喜。麻膏跟刺葱那个都是我们仁爱乡里面最随处可得的食物学到很多新的新香料啊，让我们料理可以更进步一点点。每一个族群拢有无同款的文化，公所也希望透过这摆活动，让地方业者用在地有名的烹料，研发出愈侪有特色的料理，向游客到地，带动观光旅游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要带动观光旅游的，也有屏东潮州的三强社区，遮有自然条件，嘛有人文资源。社区是用100年的老厝做故事的基地，伫遐讲社区的故事，而且佮配合迄个所在日头出来、日头落山的自然风景，替游客设计规套的旅游行程。大山翁仔、大只船，这个社区看起来真有活力。这是屏东潮州的三强社区。毋但当看到大武山的日出，日头落山的时阵，溪岸边的风景嘛真水。早上可以看到大武山的日出，你讲5、6点来看，那很漂亮。傍晚的时候就会看那边的牛群5、60只，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火车过去有没有都可以看到。毋但有自然美景，社区内底嘛有真侪老厝。即阵三强社区按算要利用即寡旧建筑，说社区的文化甲历史。打造剧场型的观光景点，互游客哪散步，就会当哪了解因的故事。利用这个空间合体太大了，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做一个休憩的场所再配合，因为我们设造的地方，把那个建造一个差不多一个结构的话，我们就做一个那个细说3公。三强社区原本只是想要甲环境整理互更加舒适，互居民的生活会当更加清幽。即阵嘛，望利用自然风景搭配艺术造景，让游客来遮行踏，骑铁马来一撮轻松的旅游行程。
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台南艺术节系列活动，善化庆安宫甲在地保利戏团合作，邀请国宝级的艺术大师甘三太用手工做4台艺术车对妈祖出巡，祈求众神保庇，互疫情赶紧冻点。金光闪闪，随去千条电视盒扮身折架，这是今年台南艺术节甲善化庆安宫合作，甲传统艺术宗教活动相结合。办理艺术要景，府城众神收阮的活动，一路对善化火车站出发，沿路采价演出兼祈福，望台湾的疫情会当早日收煞。而且今仔日阁有办一个府城众神收阮，咱这个艺歌这个游巡啦，有来请咱庆安宫大马、二马、三马做伙来这个巡警，来甲咱这个疫情会当互伊熄温。这届艺术要景的重头戏，就是这4台艺术车，有心公文号、万寿国号、众神收阮、天上神庙。庙方特别邀请国宝级的艺术大师甘山泰监工独奏，用布袋开路演出，千里眼顺风耳，随行圣母要景。祈求在众神的庇佑之下，灾瘟会当完全脱离。今仔日转来这个庆安宫，参咱的妈祖加众神明来到咱善化来做邀请保庇大家平安。同时，咱透过掌中戏的方式来展现着这个艺术从宗教要安怎做一个结合，透过艺术，透过宗教，从老百姓生活来结合做伙。这2年因为疫情影响，无论宗教要景也是艺术表演，真侪活动拢取消。文化局表示，望透过艺术节推动，让艺术车乘做剧场舞台，民众唔拿徛出门口就通欣赏到精彩表演，也通更加了解到台南在地艺术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相关消息来关心，这礼拜六公投要举办，内底有一案就是核事监的停判这案。目前咱台湾拄好进入能源转型的时期，敢要用核电嘛引起讨论。无同款的能源，其中有好有歹，来看两边是安怎主张。孔仔寮无法度接受这种遮尔大的核能灾变，整个台湾拢无法度接受。核废料一辈子都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空污跟废腺癌是每一天都在屠杀我们的家人。最远看到的那个是2号机，那再过去是1号机。吴文通就住伫孔仔寮的仁和宫附近，鱼市秋区甲仁和宫敢若隔1道壁，发电机组甲反应炉就伫1.5公里外尔。吴文通讲，原地大部分居民唔知土地为何互政府征收，802年代尾期开始有团团甲学者来，因才知影核事，落尾嘛为核电厂周边居民的口中知影核电厂的影响。恁渔民伫海上拢会飞机拢会对讲讲。恁千万唔通互孔仔寮搁起核电厂。阮遮的渔业，阮遮的海菜，啥物完全拢受到损害。孔仔寮居民发觉核能电厂对家己的影响，嘛开始了解核能有辐射安全的问题。不过，中科核事提案人黄树修认为，核能安全经过把关是有保障的。相关的试运转测试跟安检的再验证呢，我们都会进行，而且我们要求要请国内外的专家共同来检视。黄树修为2018年以核用力公投，就希望把核电占比提高到20%，取代烧土团发电来改善空气污染。伊肯定发电再生能源，但是认为再生能源无够稳定，价小较贵。但是公投通过，伊希望核电为即马占整体8%左右，渐渐来提悬。再生能源，可能100个单位的装置，可能只能发出30%的这个发电量，因为它的效率转换的问题。那核能跟火力呢，它可以高达90%以上，在英美法，其实他们也都是核电战车支撑电力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占比。终结核试，最后一战。但是中科核事公投无过，而且核能占比嘛降低，台湾敢会府找到适当够充足的再生能源。咱需要一块时间，让台湾来找到较适合的再生能源。这个时间先用天然气来换掉咱烧煤炭这件代志换愈多愈好，其实就减碳减少咱的空气污染嘛。大量提升再生能源占比是环保团体的目标甲愿望，唔那是为着环境，嘛是为着符合 RE100%使用再生能源等等企业经济考量。因也了解，伫过渡期间甚至未来，台湾用电习惯嘛是重要的议题。但是用电生产率比过去规划更较悬，就算达成原地设定的能源目标，也是可能有电力无够的问题。
咱的用电成长率哈，本来东是评估讲差不多1.5%左右啦。2021年咱上看可能2.5%到3%节能哈，那是讲甚至这种电费的这个合理化的调整，而不是一直去想办法开发新电力，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空间跟土地可以使用。目前有再生能源2025年提升到20%的目标，不过到今年为止，再生能源占整体发电量差不多5%。再生能源因为发电装置地点选择问题等等进度有较慢。除了这以外，再生能源的供电稳定度嘛受到大众质疑，再加上小连线影响到电费等等，嘛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发电核能的部分，核废料虽然会使封存隔离，但是要放倒是真受到争议。继续起新的核能机组，是毋是会造成更较侪电源空间？也有核能若是真正发生意外灾害，国土无大的台湾敢有多承受，拢是备受争议的问题。记者郭文良随新北、台北采访报道。有民众去投诉，投讲伫国家人权瀑布款的景观工程，甲24张大树拢错掉，这是引起护树团体不满开记者会批评。那瀑布馆是表示讲，错掉这树是因为拢破病才会甲错掉。错动的大树规张用吊车吊起来，慢慢放伫土骹。立法委员陈椒华接到民众投诉，讲国家人权博物馆伫咧进行景观工程的时，竟然甲馆区内底24张大树错掉，批评这是无尊重受难者前辈所种的这树嘛损害珍贵的历史景观。说有一些树木，它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病虫害。甚至它在交通的动线上面也没有直接的相关系，它其实是见证了这个地方的场域的一个变迁。树木它留下来，它就可以是一个代表，告诉我们以前的变化是什么。不过官方表示，错掉的树是因为无健康，已经无法度正常生长，有的因为破病已经就个变空心嘛，那无就是有改掉园区内底的历史建筑，而且不是受难者前辈所种。最高的原则还是在全园区的保存为最高的原则。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进行移植的时候，才进行移除。计划之前是在新北市文化局这边已经审查通过，也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建议，目前正在修改。官方表示，目前的工程是要将园区内底的景观根据历史文件恢复成1980年代美丽岛大盛时的模样。针对民众的质疑，会全面过点园区的树嘛提报资料，予主管机关审核。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汉字产业7月连连伫嘉义大学举办头一届的产业年会，请侪农民去参加，交流汉字的品种、知识。连连是希望讲透过产业、官方甲学校三边合作，甲咱台湾的汉字拍入国际市场。小介种汉字完整的知识甲各种汉字商品，农委会辅导成立台湾汉字产业7月联名，伫嘉义大学举办第一届的产业年会。真侪汉字相关产业的业者，各有农民，拢趁机会来交流。可以把好的呢往这个市场上面去先销，那也可以把一些比较大的番薯呢来做一个加工，比较小的不适合在市面上销售的这种产品呢，我们也可以说做成那个格外品，做成加值再利用，把它运用在饲料上面。台湾汉字产业联盟目前全台湾有70个成员。透过农粮署辅导，成立生产、加工、行销、分化、计划品处理5个小组，而且搁配合嘉义大学的技术，希望用国家队的标准来向国际市场推广。阮种的汉字的大细条，免烦恼讲无得套了，对，也没有那个这古建商农的迄款艺术，哦，会当做算讲增加阮的收入啦，会当提高阮的收入。这一次联盟的一个成立与年会的发展，相当适合我们那个学校这方面各方面的一个产官学可以相当给予辅导。目前台湾汉字种植的面积超过3000公顷，今年出口量来到5000吨左右。联盟表示，未来会继续保持计数甲产量的稳定，嘛希望增加种植的面积，协助更较侪人向完整的产销履历来进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镜头来讲话，政治人物一喙挂相机。那讲袂赢咧，有人是直接用拍的。巴西就有一个市长甲伊的死对头，一个前市议员意见袂合，互相相斗，对网络是一路战到擂台，小少去拼输赢，真是去定国机。巴西前市议员施华对博尔巴市长佩索托踢落去，佩索托抓着机会就向对方面猫落去，将施华拍倒在地。
这毋是啥物游戏赛，是为翠华镇延伸甲受下擂台政治斗争。根据巴西媒体报道，最近西华批评市长对当地亚马逊保育区的水上公园开发案处理无好，批评伊是变成各地社群网站下战帖呛声要用军头对话。佩索托虽然毋输定表示随时奉陪，因为伊一向拢是赢的人。两人第10集办一场比赛，全程13分钟，两人卡来手来拼甲正激烈。75岁西华将39岁佩索托逼到擂台边缘，但过最后裁判宣布佩索托胜利。比赛了后，佩索托向前让西华搁伫事后表示，办这个活动是为了推广体育。不过，规个赛事拢无人挂催安，严重违反防疫规定。卫生当局已经要求保尔巴市提出说明。有媒体批评，这场比赛只有4个人，输的是选民甲公众的健康，也让巴西两极化的政治走向更较极端。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因为日头掠麻仔拢无准则，致使全世界麻的数量一直减少，甚至阁互国际单位列做强要济种的物种。嘛，因为麻咧生团的方式，甲当时也无科学方法会当来斗帮战，要复育这条路真歹行。一撮一撮的麻鱼放伫行架顶悬，用大火烘甲香讲讲。烘麻是日本传统美食，真受国民的喜意。不过即马因为麻的数量减少，未来恐行的餐桌顶看袂到。44年前はうな丼が1000円でしたね。で、うな重が1200円で。その頃に比べると3倍近くになってますかね。麻敢若卖同款的生物，伫地球已经有7000万年的历史，也毋过伫过去40年数量快速消失，甚至互国际自然保护人民列做是特别断种的物种。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掠伤济。シラスウナギの再歩数というのはここ30年以上ずっと減少していて、ピークであった1960年代に比べて 10% あたりまで落ち込んでいます。专家讲，砂糖剂、塑化剂甲药品污染水源，影响麻的生态能力。咱人去水坝甲水利设施破坏生态的所在，也不利麻洄游生卵。商売として始めた場合、コストがかかりすぎてしまいますので、産業として成立し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います。なので、産業として成立できるレベルまで安く大量にうなぎを作るという技術を確立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目前服用麻的方式也是要鱼仔仔来饲，不过麻生活伫咸井水甲界，爱靠人管理水质。另外麻无爱食饲料，水产试验所也还未找到麻爱食的食物，所以无法度伫养殖的环境中成长。虽然日本有动保团体多年来伫野放麻，不过安尼做也毋是解决的方法，只有咱人减少掠麻，才有法度减少物种消失。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明仔各地天气拢较稳定，西半部的高温有30度，不过拜5到礼拜就有冷空气会较贵，低温剩无11度。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